出到嘅地都會濃嘅導演哦。就這樣唱吼，你侬我侬，唱來到民主節安永。我沒有。姐姐，等一下，對呀，趕快！不要，我為什麼一定要搭配你啊？哎，一定要很美女的組合啊，我們是帥哥的組合啊。我跟你什麼帥哥啊？不要怕準衝地位好嗎？應該叫給副主，而家300人見嚟做咧。哇！你小的，你小的，我試開面頭，哎，等一下啦！開始。哎，是不是30秒？你20秒拿湯匙。安大手哦！時間到。你走你媽！超沒有獎。中盤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劇首劇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，我係鍾伯強。我講題目，其實啦，你嘅一家之主嘅節目啊，太起家來都要到畢業比賽嘅時間，正經係加到一片主菜，一片增加感情。唔過最重要係一個重點，我要發現到。那家財經真的唔過呢，唔但將係養喺哪家財經，輸嘅呢也不會拉空手而歸，因為你獎品沒改好。哎呀，傷心耶！對，有一些人是 TPV 掉輸了耶。嘿，看到了個節目吼，這一集係嘛個獎品哦，挨回來耶。嘿，真係咩味道嘅獎品哦。加卡數講還會輸啊！我相信個獎品很好呢。真嘅係呢，今日你來到一個幸福嘅導演，咩係要改到你去嘅牛年呢？等下會來參加呢個比賽。唔過吼，對。小計來賓之前哦，我哋小計嘅今年吼動力可以嘅拼成了哦。冇錯，首先呢，先來分享下隔壁嘅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劉雪玲，阿雪玲。還有吼，我左邊吼又來講笑話嘅徐玉芳徐師傅，你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嗰啲吼體育館吼，我具體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咧？好，來看一下，來看一下。哎呦，客家富掛風。哇，其實啦，一個客家富掛風，非常係講其他嘅比較怕講木掛風，都係你客家種地都懂到嘅。做呢個時節有乜嘅要注意嘅冇？要注意啊！你做飯冇咁樣啊？有啲人係老肉變落去，有啲人老肉食落去地度啊呢。去注意嘅係，去頭去尾，過去個地度嘅烹濃，要熱鐵，要熱鐵，還有煮嘅味道。苦瓜風嗰個肉流嗰種嘅味道，一聽到有滲透到富掛地度。就會叫味道會出到嘅地度會濃嘅導演。就這樣唱吼，你侬我侬，唱來到民主節安永。我沒有，沒有，你的兩聲怪怪哦，我還以為金鐘主持已經誕生了這樣。好啦，建議吼，今天聽說唐講吼，那個來賓咪係你侬我侬誒。唔錯，今日來兩歲嘅參賽人員呢，都係感情改好嘅兩公婆。哎呦，好，之前呢，先來分享到愛風水嘅分享到小妹姐，還有明鳳太公。哎呀，歡迎一條，看起來就很恩愛。看起來，情景很恩愛了耶哦哈。分享那個咱吹嘅人開個鬧二環街哈，你都在有沒有記清楚你那一對的名字？今天來看這個眼睛的隱形眼鏡沒有戴好，哎呀，老花了怎麼辦？好啦，其實呢，公婆呢來參加呢個比賽，其實是我們節目當中最緊張誒。怎麼個講？因為你做下地都不可能，迄兩公婆叫他都做下地都做才會嚴格啊。一聽我讓尬吼，對啊，到節目當中動作哦，會演示一下對，不是啊，要演出來。演出來。這家的老家裡的場景演出來。看起來我們明芳哥的表情有點難色咯。平常是你用啥都不卡黑買你煮出來，夫妻煮出來。對，馬上就喊什麼馬落走下去煮。天哪，好感人哦！馬上喊好就喊嘞，馬上喊好就喊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哦。不過馬上煮會較好食。
有供應特色的菜啊，客家自家肉自家嘅特色啦。跟闽风泰国靠不煮嘛，该菜。菜。我會做孔肉，客家嘅孔肉。我最愛吃孔肉，還有皮豬肉啊！係啊，3層肉嚟煮嘅孔哎呦肉。 ，3層肉又 Q 掉我的肚子了，我真嘅。而家嘅小妹子咧，靠不煮嘅係乜嘅？我全部會，因為客家菜，我唔係講我做最必須，我好大眾嘅口味。下戰帖，你講你全部都會做。哎呀，全會做。客家菜我台灣我做40年嚟啦，做40年呢。係啊。其實我真嘅係當崇拜，唔講吼，我讀資料嘅時候，我談講吼，我諗出嚟啊做吼，誒，佢係專業做客家串湯嘅吼。哈，哎呦，條架嚟必須哦。老闆娘哎，可是老闆不一定有做菜啊，老闆有唱種樸實啊。哎，你本身是種樸實係嗎？係，全部我只係錄製做。哎哎呦，我一點也沒有假手他人啊。哎呦 OK。只要係客服產嘅部分哈，我自家客，我冇本天意手嘅落去做。真的。哎呦，比一下年資啊，年資。你煮菜哈，可以餐廳差不多有20多年。 20年。贏的，我們有40年。不過吼，幾道豆腐蝦吼，平常是每日練習吧，吼。哎，得恁做嘅菜哈，長期你做晒，這個對這個倆產品哈，多少檢討來到有缺失，這個先講係當清楚。啊，楊班學是不是做菜咧？從啲料理來講哈，都可以做，都看啦，都看因煮啦，又幫煮啦，係啊。所以唔單淨係比賽啦，還有學習啦，係冇？所以啊，馬上我哋進行嘅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上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亞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你都搞遊戲咯？唔錯，而且呢第二關呢算是愛卡波嘅一關。哎，卡會啦，比較會啦。對，因為海帶拳我已經完全投降，零的程度，真的沒有贏過。哎，所以等一下吼，一個比賽，這個遊戲比賽馬上會做體育界。我要做體管，因為我先示範不來小魔雞就可以啊。哦，那該我一聽我要搭配你不要，我為什麼一定要搭配你啊？哎，一定要係美女的組合啊，我們是帥哥的組合啊。我跟你什麼帥哥啊？咩啊？不要怕準衝掉好不好？好啦，哈，那這樣子好了，好嘞哈。許歡節一到明珠節哈，現在會比賽，好嗎 ？OK，好嗎？你不要叫我明珠姐，明珠節了，那麼貴啊！還好他今年剛滿40而已。哎，好啦，馬上來進行了，喲，來，預備開始。喂，你自己很會洗哦。來。get，哎呦，哎，你等下吼，中午係選埋嘅東西呢，哎呦，哎，卡到那個嗨嘅咧哦，好來，趕快接着搖，趕快，姐姐等一下，對呀，趕快，好嘞，滾來，趕快，加油！這關你也要慢慢演，這後面你要慢慢搖，我有哎，地頭好了，好，慢慢再，不要我要贏了，大白槍係安用啦，哎，昨天玩幾扎麼？不是，要有一個衝彈實力固定嘅。我就，反正你就會輸哎，我要輸了，可是比賽了。總得教學一下。呀！先來讓我講。你下先加水，先煮水。等下咧。而家處理苦瓜，人家料誒，等佢切兩菜。好，走開始計時開始。加幾多水？他的工作一樣，他純都加水而已，完全不用討厭任何一個廚藝的部分。有亂了。加水就剛才講真沒有誒。而家傾而來，安用係嗎？對住要先，真嘅好。切椒啊！對，切椒。好。安用切。真的同笑。真的，風天受邀來參加比賽嘅你，
正经第一棒的时间，每一本薄签来切东西，因为呀正经是决胜负嘅关键，好的，冇唔错。对不对？啊，切了个东西还好简单呐。好，安用好嘞哦。嘿，好嘞，好嘞。口听哦，口听哦。我那里吐槽。翻什么？它就是30秒。首先有切片的嘛。用烤的好嘞，用砍的是吧？烤的。安用。嘿，大家记得。好，倒是好嘞。好4、要剥掉吗？不用。时间到。时间到嘞。哎呦，走，应该代表签评1分钟哦。2分钟哈，先暂停哦。还打鸟走哈，加油加油！仲咧天堂哦哈。好，來。好，喺個我等下我先來做第一棒，我先喺埋做乜嘅？苦瓜會先切我仲係切2棒，對半鋪個熱踢熱，係，高熱香咧，熱踢，高香咧，跟熱踢嚟時間都講啊，過兩切到悠悠誒，OK，好，好，繼續開始。好 OK，來。條面要切嘛？切隻對半鋪嗎？好，唔係挑面哦，面切嗎？一絲的的，一絲的，唔係打鬆啊。好 OK，條唔是切嗎？跟冇條。哎呦，應該時間全部你切那個頭，切那個尾咯。食完要收我冇切到。係啊，上班應該記得哦。哎呦，慢慢的切。好，冇問題。哎呀，鹽用乜係紅嘅啊？會熟咧，哦，會熟嘅，不錯，夾嘅鹽係紅色咧，會熟嘅。哦，慢慢燒改哦，慢慢燒改哦。好，我們要兼具教學的功能啊，哈。好嘞。好。優雅嘅做菜，優雅做菜。來，張國謙，來讓我示範一下，嘛，我都切泡菜，好唔好？要先撕開。甜甜的哦。應該燒嘅腐煮，做腐煮，而家300人斤嚟煮咧，你看有唔會腐嘅啦，唔會腐嘅，可能係差不多就9分哦。今天都好，但口感很脆耶。對。示範一下嘛，我都切泡菜，好唔好？要先撕開。甜甜的哦。薄菜原來係按用切咯。是嗎？長色切，係按用切。你們不要打擾我，我送貝主任一邊切一邊講話，我上來切手。40秒咧哦。倒數咧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棒！繼續來。姐姐應該時間到嘞。好，但是我們要開始計時1分鐘，計時開始。你看2、3年再 Q 下做哦。你看啦，明芳哥吼，感覺吼沒有滿意啦，所以還要再補一下。這一定的啊，這我們的周都好，不然給他點了比賽要怎麼表現？等一下，我可能改片哈，我做的他們都不會再補哦。最下面救不了了這樣。到了，好好欣賞佢用啥煮出啊？你這個用嘅肉係嘛嘅鋪位啊？用後腿啊，係腿肉嘅啊，後冇絲啊，後冇筋啊。哦。啊，個係腐煮還是白煮？腐煮，我是粗嘅。仲係應該燒嘅腐煮，做腐煮，而家300人斤嚟煮咧，所以肉當好食，人食是。貼片見唔見過咧？係冇？係，你小講，你小講。5、4、3、2、做繼續做下去哦，哈，繼續做下去哦，哈。緊張嘅緊張，你阿望兩片，望兩片，啊你阿望做乜噶？也係炒嘅泡菜，炒一香之後，講了讓佢就牛口啊。這蠻厲害的，而且超香。兩片的做法都冇強。對，兩片做法。可是不一定有炒過這個，可能沒懂後色啦，對不對？唔過，該鋪菜有現炒過，很好香啦。跟你底哦。有炒過一定要底的。你怎麼會知道？它的香氣。因為雞腿係愛該煮啊。係平點點調咗啦。該泡菜冇鹹嘅。
又香，可是香有一点调油。我会听提味香味香味好形容嘅香味啦。嘿，伊啊提味哈，用调油落去的啊，有那个豆香。好，你要炒好嘞哈，是让该上就牛孔啊叫。穷下炒啊，猫叫了叫落去呢。哎，哦，你要叫落去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拌一拌。其实冇用，刚才用嘅切的泡菜，就跟你说根本的放弃。然后我哋用上头啊，讲系因为想尝呀，中庸的啊，记错记嘅错，挨到讲挨到。这个人好厉害，好，我要去看我们那边喽。好，继续加油哦。其实做嚟很好，唔会做低呢，冇用嘅做法咧，对不对？创海力跟他讨论呢。其實我跟苦瓜沒做得生同過，沒做得。那樣吼，等下你那用按到就用苦瓜生同過，嘅甘味為冇嘿。苦瓜不能水，苦都苦。我2年咯，要時間，係要時間限制哦，我比算哦，水佢要時間。哦，我算哦，誒，梗係買嘅東西，來，咱嘅調豉，誒，剛剛他給變好了。幾飛不用跟調油嘛？哦，有冇調油？哇，有調豉啊，哈。你一樣嘅落啊？做得 ，OK， safe， 按手嘞啊。等下上課那用來擺盤哦，要準備一下下一步，要加油哦。 OK， 用下兒咯，哇！底下100度當喺調味當中啊，肉肯嚟變啲太白粉弄爛，哦，用半幾兩肉下發啦，當然變落去脆。可以困意嘅，來，你看來給導演。好。哇！怎麼這麼快？你最好拍盤來配一下。我的方式。梗係調酒係嗎？唔係，梗係醬汁，因為該苦瓜出來水啊，其實是係乾音嚟的。哦，它自己流出來的。嘿，你有表夫教粉嗎？我冇，因為該苦瓜哈，你適合到小魚乾，撈泡菜，你太雜誒哈，破壞嘅苦乾咪梅湯，撈胡椒粉不對味。是，我覺得東江嘅就會講哦。大家有自家做嘅方式，可是佢做得當出一隻牙嘅牙不開脫離了，就 OK 了。好，來你看牙嘅片嚟啊！來，哎呦，梗要蔥花呢？係要啊，要啊！哎呦，哎，你都就不用蔥花地毒有包進去，然後又擺在外面。增加美感。哎呦，來弟，你說增加美感，我就相信，因為你不用動醬，眼光很好。牙一來一彎嘅。該接下來那湯來搶去的，我該有湯啊，湯的涼。沒有人誇獎我的眼光也很好，我選到這麼漂亮的女主持人。你選的？哎，我選的。你選的？但我的眼光真的是有待加強。好啦，好，應該差唔多呀。來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咧！等下就可以喺倒帶哪家嘅米絲較好食咧？真係都難評這個難評，你看住底下傳糖出來，也係不卡嘅好米絲。係啊，倒帶有牛半評咧。怎麼辦？陷入了焦灼，因為真的各有特色。是寬是地咧。對，先來吃看吶，先來吃一下人家風吹的這種家常料理，食到就會想到媽媽的料理。太假拜託，等下我叫出來好冇 ？OK。從中間哦，很好就迷頭。這個黑膏有飯後攪一發就好了，對，一定要有蹦飯啊哦。你為什麼沒有幫他舀到水嘞？哎，你的圈具我，我們都有面。哎呦，你發現我的心機啦？對對，你咬東西都不專業，真的。那這個會胸都不開蜜頭哎，我給我，好好吃哦。底度會揪到呀個米，你看這個顏色就底耶，全部揪到呀濃底度哎，整個滲透了，變琥珀色。真嘅，然後色搶我哦。好，你的亞足啊，後真嘅在看相部分就會加分呢，真嘅推了中獎。真嘅看得出來係串燙走嘅啊。對，真嘅，博前會先表演一口吃掉一個嗎？哎，你 Q 了，那我怎麼能拒絕？對，真嘅，所以挑還敢一款我讓你講，今天有嗆到徐師傅說的哈，等一下龍沙一起來會表染。你說的，你竟然肯師傅表演給我 Q 我哦！你啦捱啦，幾講嘅我啱冇講好啦，先來本啦，先來本啦。雖然很好睇哈，不過圈又熟配的哦，心上圈有嘞。啊，要加他們的汁嗎？當然是不行啊，你的沒有汁哎。哦，不行哦。
干肉绵绵的哦，因为俺食起来哦，一蛮摸很好含，食起来都好食。好的，大家都带点管提度奶煮嘿，你嘅太中补嘞，呀，直接抢刘师傅抢本分数，噔噔噔噔，耶！太好呢。好，许玉芳师傅，抢本分数，噔噔噔噔。好，其实大家有一些想法，先向刘师傅来老太下讲一下，做嘛该要先练风吹咧？今日我做嘛要先练风吹咧？虽然佢摆出来盘的木，两片咧按好看，两片有色香味有真的会茶，两片咧米丝有像妈妈煮的米汤，妈妈煮的米汤佢有糯米，而且加了副瓜咧，又该种色，两面又头，冇该种色，佢俩係講用糖果，唔係用糖果來裝的吧？就話哈嗱要該種色，頭要加一啲啲咧，就 OK。其實倆煮好嘅地方，佢嘅面頭撈肉撈嘅泡菜要食到嘅苦瓜地步，要苦瓜地步。阿佢嘅苦瓜要肉，但係我嘅想法係，你咪要川湯做嘅，佢等佢做咧啉嘅苦瓜嘅汁，下降，啊，佢嘅苦瓜下摸下硬，係下沒有透啦。還蠻透，所以我基本選兩片嘅，其實兩片都做到當好。所以就幾多時間都下緊味道啦，冇錯。好，一睇管理都看出來，一個係傳糖菜，一個係媽媽嘅好面試，風吹得到分數。三下來呢，就來看一下劉師傅今日帶來乜嘅四個料理，我來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第一時間呢，就來看一下劉師傅都帶到了乜嘅四個料理咧。梅子涼拌苦瓜，先來看一下食材有乜嘅，介紹一百塊看一下。副瓜，其實你係擺盤的啦，等它擺盤用的。煮紫蘇梅，哦，厲害了哦！我重點介紹一下，這個是自己做的。哎呦，這個不是外面買的，你外面絕對買不到這個味道。哦，不良，你係乜嘅？梅粉，哦，連梅粉未自家做的啦，連梅粉就買下原味梅粉，唔會買顏色的哦。靚，個冰塊，最重要係冰塊啦。最重要反而是這，因為這個也是自己做的，是嗎？冇啦，我可以夾夾介紹咯。來，哎呦，先切掉頭尾。對。等一下啊，請問一下，副瓜做冷盤唔會苦嗎？唔係，你第一次看做啲嘢啊。真的嗎？佢副瓜有熟，然後副瓜冇熟，差當多哦。因為副瓜外腐啊，係因為佢裡面的那個膜，會掛纖啦，掛纖是唔會腐的啊。冇錯。老師，你也是厲害的啦，係啊。你喺味道唔會按腐係嗎？這個就係苦味素菜耶。哦。咩睇到睇機？唔會講按佢按服啦。哦。該用湯匙總得哦。就唔好，你唔好用湯匙，天天的睇。雪玲姐，該切薄片黑金腐油，等一下會進那個汁，所以比較入味。對，馬上就可以吃啦。所以一定要切薄薄的。其實這個一般來講，這個做都要放有2個小時過後才比較好吃。冰咪啦。嘿，但是這個今天快的方式啦。對。我前面我講了，個苦瓜東西我切下泡，啲薏米下夾啦，下夾會落嘅梅嘅水嘅味，頭會落去啊呢。切好咧，要冰塊悄悄嘅。冰鎮，嘿，叫冰鎮過。難怪該下講，這最重要。對，這個要冰鎮過。這可以講哦，呢度應該川燙要做涼拌嗎？涼拌菜嗎？你拿手哎呦！夏天才有比較做，對啊，因為當季菜做苦瓜嘅涼拌。有。你要顯色啦哈，你一定要切泡。我請你吃看哪會苦嗎？哎呀，其實我試看看，你還唔會苦誒？你管起家先呢？你還用唔會苦誒啦？唔會苦誒咧，有冰鎮過。下姜嘅梅啊。哎，你出來唔會苦誒，對不對？幾分哦？差唔多就9分哦。真的就9分哦。今天都好，佢口感很脆誒。對，苦瓜切都有泡啦，而且都有泡，越甜。又當季又降火氣，係嘛？我雪玲姐，我有問一下哈，該冰鎮的時間有關係嗎？冰鎮，因為可以冰久一點嗎？
不可以冰久一点，你冰久一点会穷缩，会熟的。会缩开。日本人想讲哦，说不定有些人会想冰冰箱冰个晚上，用怎么的？只有你啊，是总一然咯。唔係斜斜唔係斜斜，你一度講你就冇斜斜你了。喺熟的發嘅就唔會切啊。其實擺做菜嘅已經好多咧麼？答案係 A 啦，A。我們要選 B。好，難快哦，你怎麼我強猛炒型，因為硬很硬啊。看到嗎？厲害。故意問的。對你根本就不知道。OK。你喺熟的發嘅就唔會切啊。其實擺做菜嘅已經好多咧麼？真的某年黑老女庸庸 ，OK， 不要再把我們的觀眾拖下水 ，OK。真的，我收看我就要學啊。今邊了，這是化學用菜啊哈，其實都簡單，都簡單。你就甲不卡清寒煮的做，唔可以係冇去甲做了，都唔可以用話梅，冇風色的啦，話梅會比較還好啦。拍色啦，拍色的。哇！咩味道用威風啊，因為我比馬上可以吃，馬上做得食。是，我就係用威風，冇愛不卡做，我冇用威風，我就用雞甜甜，用愛去甲滷的冇嘢甜甜。梅子是鹼性食物，哇，非常清血。紫蘇梅子最好啊，鹼性食物啊。好，加劉師傅嘅時句再按用就好食了哦。好，都在那組做嘅食嚟到，也給劉師傅帶來嘅呀，按針對嘅時個料理咧，先請劉師傅來俾睇起個出係題目。副瓜忙熟加哈，做乜嘅為輔 ？A. 加強光合作用 ；B. 保護加種子。先剪刀石頭布，沒有排除馬殺。舉分節。太陽哦，好，加油哦！加油咧，加油哦！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答案係 A 啦，A。我們要選 B。好，難快哦，你怎麼好，你嘅答案係選 B， 答對咧。哎呦，做乜嘅係 B 咧？副瓜熟加佢會風會當甜，會轉下甜，調位就會水，所以你要行因種副瓜攏要包1,000隻，佢熟嘅，佢調位是唔多。熟的為主是得的呀。了解了，該上好了就夾夾來吃看哦。其實人口夠哦，他是知道的，他是知道的，很可惜，先抖了。要養生菜，超級養生菜，尤其是那個糖寶寶、糖尿病患者最佳的胰島素。真勁哦！假使伊來當種水梨嘅，即係當種水梨嘅水分又多，係啊，梗係唔會攞起佢樣酸甜，真係係種真的，大家都不開始做來吃做看哦。這裡嚟講，還有上下來，經常最緊張誒，最背面一關嘅，也係做這決定勝負的一關。經常你嘅第3關嘅比賽，我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誒，殺亂盤麼？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大家全準備好了哦。對，我剛剛已經有老家的信心喊話誒。係啊，客家料理餐廳的也準備好了喲。西生爺的料理功夫咩已經準備好勢吼。不過我咧看兩個咧只聽該料理係嘛該咯。哎呦，面扒飯半條，客家很道地嘅料理。看到兩個人又想都不開誒，又想媽媽，想都不開。因為打雜料理全想到媽媽。對，因為我們家都是客家菜，可是呢都新做嘅豆皮嘅愛山嘅動作，故說呢嘅豆皮嘅種出來嘅米呢比上嘅粘掉，故說呀嘅飯頭就會用米做嘅嘛，呀有一個講法叫北新埔南米濃。北部就係新埔嘅半條最好食，南部就係米濃嘅半條最好食。故說來到新埔嘅豆皮，一定愛做半條料理。唔過吼，兩條半條面扒飯吼，我其實有豆腐下去煮湯啊，要麼就是煮乾的呀。今日我哋煮天嘅料理，到底係嘛嘅咧？嘛嘅啦，我哋講咯。
tomato 肉醬板條。哎呦，做西式哦。tomato 肉醬板條。天哪！墨西哥什麼？光是tomato醬我就覺得很難做了。唔係冇當簡單，我當你講不算樣板嘛，你將肉誒香味炒出來，炒出來哈。炒出來了後，你話開始用介洋葱、雞高湯放落去，番茄糊。放落去煮時候咧，啊每樣你讓撈板條會落去。伊個重點就是，既然是意式紅醬，最夾嘅 tomato 醬非常重要。你有準備好嘅一個 tomato 糊，然後 tomato 坤，為咗 tomato，我用然後給 mix Q 下，等下就會看一下。這個結論 OK， 漂亮。難會講啊。我有在做菜。我到比賽之前哦，還會來搞這個遊戲哦。做乜嘅？傳統嘅板條愛用菜裏面 Q 米來做呢，用乜嘢呢 ？A. 鹹味大餸 B. 條筋下河。先來猜拳，我們來參加猜拳，讓我們就輪着來好了。秀妹姐幫你來猜拳。來，準備好了喲！剪刀石頭布。你們都一直猜剪刀哎，答案係 A 還 B 呢？當然是 B 啊，很會講。正確答案係 B。恭喜！用乜嘢呢？因為要兩米油嘛，經過冰下球，佢嘅水分下帶，下帶時咧做出來嘅麵食，口感鹹唔會密。哦，係鹹唔會密，食到下大爽。剛剛來了之後就得到廚師幫我有90秒，那這個有30秒。水出來進行比賽了。我先來切這些，等一下我會切一個了鱉豬肉嘛，對不對？係鱉豬肉。好 ，OK，剛剛用來啲嘢。哦，又好多了。厲害！按唔會睇嚟啊！賽低谷了之後，我要幫我的隊員我養啊呢。有夾哦。做點嘛哈？傻屁咧！啊，幫伊幾多位哈？哎呦，冇切咯。做點嘛？切等哦，等哦。快啲！好緊張。你得有師傅幫我，你得有地哈。我知道，因為用在，我覺得哈，等下師傅幫我的時間，我要用在做 tomato 醬，因為那個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嘞？因為那個我沒有辦法掌握這樣子，好唔好？你狂緊啲。白嘅，我也唔愛。我也嘛。加油哦！你一定要注意加油哦！切片，先切片，多厚你就切，我會跟你講。好，薄一點，再薄一點。對，哎呦，好，再切。切連魚。切連魚。可能按用前面挨手有沒有？懂很啲嘛？你得有師傅幫我。哎呦，有哦，準備浪費哦。哎，30秒啊。然後再切丁，那邊不要切。切丁。切丁的呀。切丁是這樣切嗎？對。哦，白夾冇時間了。哎，這樣子嗎？對哦，哎，有咩做對啦？係啊，做對。唔，時間冇冇咯。等一下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王爺，我們停，stop。第二棒，哎，哦，魔強龍咧，魔強龍。你有看到嗎？哎，人家可以串燙的哦。你要做了什麼破壞？啊，看。這個 tomato 這怎麼那麼綿吶？係啊，給它切丁。不是要切塊的嗎？你怎麼變成 tomato 醬了呀？基隆來講啊，人家開餐廳的雞肉雞翅架嘅時候哈，冇聽錯哈，該味道會比較入。可是那剛才不是你切的嗎？是你切外掉，不是嗎？脆哈。冇啦，等一下，那個口明珠姐，怎樣？你啲牛板兒切蒜頭嗎？乜嘅？牛板兒怎麼切？切那個，這叫開蟲條。等一下，我講倆啦。哦，蒜條嗎？係啊，蒜條啊。很簡單啊。怎麼切？你要叫我表演嗎？還就蒜條嗎？冇了。就切一點一點啊。冇按簡單哦，就好溫的哦。怎樣？哎，下次我去看他的。我回去看這一集節目。哎呦，現平妞哈。都做對啦。選擇，哎，唔是點一個油，還好燒上平妞哈。一兩包都是導熱凍漿。因為慢慢的燒下，因為安煙炒完肉會鹹嫩，唔條慢炒完肉會硬很硬啊。看到嗎？厲害，故意問的。對你根本就不知道。OK， 好，我們來一塊來給你來。做點麼？做乜嘢聲音？做點做點點咯。蒜條蠻會飆吧？啊？蒜條蠻會吧？你料沒有？不用料。
旁边，然后两牛有没有？两牛料对对对，哎，牛尾酥会再搞姜下呢。一個人唔怕，啲料皮有冇臭牛？按它夾，有冇留記得講哦？哇！你看明芳哥按用那你手总灯对你最好好用的等一下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明芳大哥经营董力辉，秀妹姐你讲一下，佢會煮出嚟。其實煮不下去的時候，對啦，按照您評論起啊哈，佢有小口協助單位啦，三英亭啦，對，佢會做盤走料理，對不對？會啦，對，因為他的刀工跟盤式，很厲害。所以哦，你要對你來講哈，一盤小菜啦。那我睇過做評論起嘅世界當然光復節做評論起盤肉當中，兩公婆兩三自家煮。很厲害，哎呦！誒，經營董之後呢，本日就3男5女來生呢，要少啦吼。好，嗰個等一下呀，你會邊後洗髮先留起來對不對？你做得冰呢？要做冰的係嘛？要做冰的哦。冰了通春天哈，燒焦，一鍋3吃，一鍋3吃，這個不用筍烘。那種冰室鍋應該看到哈，火鍋店啊冰室鍋，看起來蠻在我們預期的進度上。對。然後呢，就來離寬給片，等一下做手勢的時間，老闆講一下，像師傅來幫幫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兩個人用錢處理吼 ，OK 絕對不會叫他的哦。這邊會燒焦。好，我拿要不然。哎呦，按姜哦，哦，这很快哦，这很快哦，哎呦，哇，哎，这看起來董後生嘞，肉醬。該下發生什麼事？我完全沒看到呢。對呀。我講一下嗎？剛才做了什麼？冇啊，車上所買的東西，是料就按照步驟又不用了黑。哪個步驟？啊，然後肉稍微炒一下，好，莫比炒香爐，然後表亮蒜頭，爆給它香來，然後再洋蔥給它爆香，之後再把番茄放下去一起煮，再加高湯，煮皮按莫調切吧，豆小按線按啦，收汁一下。第二棒還有存到3升沒有？等一下就要問來你的魚環節咯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千幾啊！放不用加啲。好，這等下收汁的部分哈，燙走不用加啲。哦，慢慢加下去啦，唔啦長掉。你們有廚師幫幫我有3升沒有哦？哎呀，記得我們係廚師啊。也可以不用，沒有關係哦。係啊。好 ，OK。好，那你過嚟看下幾殺咯。好，你們這組很棒，很棒。哎，這時間要不要讓廚師幫幫我？哦，來，要不要？好，來了喲。廚師幫幫我。叫宣苗，快洗。加起來，啲廚師幫幫忙咧。呼吸。我表亮了嗎？等一下。你個腦。幾個人呀？千幾啊？90秒用完了。趕快。7塊米頭。哎，等一下。開始。快洗。哎，是不是30秒？你20秒拿湯匙。等一下，我都要給30秒拿來擺盤。安大手。時間到。你走了嗎？超沒有腳。重盤。你廚師幫幫忙咧。呼吸。我表亮了嗎？等一下。幾個人呀？千幾啊？90秒用完了。趕快，我們要壓木腦筋，對，我要抽。哦，你下掌快洗，等下掌快洗。冇料炒不影響，又要小心，不要讓我燒焦了。從了番茄糊啊，一定來炒過，幾好香。好。江湖一點絕。江湖再走。有冇？番茄糊要有。有啊。對，炒過它顏色才會漂亮。還會醬，還會鮮豔。哦。哎呀，救不回來的怎麼辦？唔怕，做得。哦。不會啊，你們給煮麵可以來當後生嘞。哦，看起來哦。看起來。對啊。可以。好，來。加油！拜託。最後要不要加一點高湯？忙啦。哦，這係佛跳粉，唔係意大利綜合香料。對。誒，難道該偏具香料嗎？有，全有哈。因為你準備的哦。係。哦，你準備的哈。啱。總得偏心哦。唔係。我要拿車搶而已，這樣。
哦呦，安豆哦，要这么多吗？谢谢你。哦，称上剩没有？不会啦，要收汁啊。对对，嘿嘿嘿。你看啊，都没有滚在那边手。医生没有，医生没有，哦，嘎头是苗了哦。看这个味道部分就嘎通哦，就嘎嘛摸。哎呦，唔怕啦，唔怕啦。完全等那个汁就是四味道就差不多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对对 ，OK， 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总得摸西点的哦，拍摄咯，拍摄，晚音。要让它继续收汁哦，吼。好，现在小 B 的收汁都差不多够，还有这样好半条嘎漏了呀。好 OK， 加油喽！还有时间哦，转到一可能改片哦。啊，毕竟吵啦，哈。厨师帮忙哦，厨师帮忙我30秒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来，7块米头，哎，等一下啦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是不是30秒，你20秒拿汤匙？味道才是最重要的。对。走对吗？走对。哎呦，很款，厨师，很厉害，是走对嘞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我就很想吃了。哦。哎，来动好。剩下8、7、6。等一下，来掉给30秒拿来摆盘。3、安大手哦。时间到。OK， 谢谢。你走了吗？超没有脚。重盘，撑起来了，还不错。两腿冲的啦。来，给你们水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这边。来，长得看起白。这有点太多水了耶。哎呦，妹，你都要做汤汁的，还有时間，哎，冇時間。甜甜的啦。哎。我要提醒你咧，不是，等一闻闻啊，那味道。徐師傅哦，你下凍點種哦，唔使幾度誒。哎呀，你冇算到時間啊！哎呦，唔會。天哪！而且可是要用正經動調，嘿，正經哦，正經。我們都按嚟煮飯這種。因為要給一點分量。你不知道的番茄。OK， 是这样。哎，你半斤慢呢？唔怕。还有显现嘛，还有。这么多糖，没时间了。唔怕啦，肌肉肌係土啲咯，想法啦。OK，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來吃吃看啊，都帶那部卡嘅米西，就係這度佢們業力嘅猜總譜嘞。剛才呢都有唱到起師傅來這個廚師幫幫我，不是我的團啊，味道的部分你會不會？其實我來動學夢吼，非常感謝徐師傅的幫忙，幫到忙，你不用問，觀眾都看出來。對，廚師你可以幫我們這邊，不是幫那邊。其實有沒有可能哦？他剛剛幫你們炒過那個番茄糊，是種來掉 small 啊，所以口味不一樣。我要馬上來試吃了，給來吃吃看哦。可是這顏色用不會就冇圖用的哦。我們呢是怎麼樣，你知道嗎？有米香，沒有토마토的香米啊呢。體育館你們已經得2分了，唔怕啦。對，根本躺着準備的吼。試試看哦。好。其實我靜音定有慢講誒，因為剛才我體育牌吃板條配意大利麵肉醬。真的嗎？對啊。也覺得意大利麵。很多板條很好吃啊，真的有酸沒有甜，都有抓到，好吃，厲害。今日豆皮嘅經營可以來是凍音咪嘅，你看好哦，比較喜歡狗狗嘅感覺。好，來吃吃看下就點好冇？哇，有起來嘅感覺就冇咁樣誒。我看起來哦，跟麵扒板哦，它完全入色誒。對，真嘅。好，來吃吃看下。哦。是用來哦躲番茄園裡面呢，還有跌倒都吃到番茄的感覺。浮誇，你太浮誇。又按洋葱的。來兩片吼，完全冇病痛，鹽巴是就涼涼，所以哦食起來個米頭圈係番茄撈洋葱嘅甜味。那就知道咧，就買幾次給他留住溫用嘛。後續的，你專業一點啊。
专家吧，谢谢真嘅专家。不过吼，该系矮嘅感觉啦，对品行来讲吼，说不定有目标嘅答案哦。对，而且呢，老太讲讲他刚才体育馆的时间风水呢得到2分，不错呢，等一下亚馆是非常关键性的，都在叫咩系咩蓝水老风水得到评数，也系讲我有养家一个暑假嘞。好，这下时间就先唱刘师傅唱粉书，等等等等。哎呦，还有两下吼，唱徐师傅唱粉薯，噔噔噔噔，哎呦，哎呀，是久2个。违的平手又出现了。 2队都很难过的一个结果。什么？不会，2队都是非常开心的结果。刚才像刘师傅呢，老太讲讲一下，做嘛玩用线嘞？两三人煮的米丝拢无共样，两片的米丝迄边有边给4分，对，两片的米丝你在地的客家人的米头真的是蛮难评的，一唔好评啦哈，还做本季。2队一样，所以米丝冇共用嘿，米丝各有各的好色的地方。OK。坦白啦哈，不一定要拿到90秒，要选对师傅。要选对小队长。对啦，唐杰哈吼专业的评析啦。好。刚才讲吼，其实俩有冇，其实冇几个水有没有调慢变的，那是爱来变时阵调慢的。你系讲我敢用炒好嘞。 其实你冇敢用50秒的烹片，就是其实就高汤倒落去，放去一直焖一直焖，其实面头是像安样的。我无选两片的意思是讲，你爱东西板条用入味，没有该板吃到该板条嘛，又吃到 tomato 的动物。哦，你也在番茄园是吗？我没有在番茄，我是在意大利了，意大利下面更远。这是台湾的 tomato， 台湾的 tomato。好了，你们一个都要的结果，那个利用方面都会非常反映结果就是评数刘叔圈走在地图加财经1500K 咯，恭喜了。好，还有哪要变哦？恭喜得到加财经1000万元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先来看看风水运动泰国想要太子也拜参加嘅新的老太家分享一下。也摆来参加来讲啊，吼，甚至本来当好的机会，啊，来俩学习。有这种机会出来参与，不要在家里又是遥控器哈，又是冷气，多浪费。又坐在学习，对不对？讲到重点，讲到重点没？好，恭喜哦！恭喜！哎呀，秀妹姐讲完之后，观众朋友马上按报名专线了。我们已经超额报名了。对。所以雨涵姐到燕凯哥有报名到非常不容易。不过参加也应该感想系嘛该。料理的东西学无止境啊，嘛当欢喜俩定来到俩哈。做啲学习到俩料理，一定有常识，一定有知识啊！谢谢各位啊！今天来参加的目的，开心最重要。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今年虽然都参赛啦，还有带女儿来嘿吗？你要想干嘛？想要干嘛？女儿关你什么事呢？不是认亲啦，刚好了刚好今年女儿啊，该妹没有上班啦，走在款爸爸妈妈。其实有平常时间冇按计费做在款爸爸妈妈做菜啊，嘿唔嘿？其实啦，平常期啊，一定要假日千万不可能太早。哎呦，春去腾熟，春腾早。下一集直接报名。不是，其实啦从北京呢，其实这两个节目当中的相亲大会，一个人的相亲大会，被发现了。我们这件事情一天要老给断绝。哎呀，够了，好了。唔过呢，要拜呢，做哋有唱到 CV 参赛人员来到了道边嘅争议比赛嘅反应，因为大家有看到大家来到了道边嘅上节目最主要嘅就係互相學習，嗱我已經呢做哋互相交朋友，咁樣實在同歡喜，咩感謝兩位非常專業嘅評審欣賞。所以假使你對你自家做出來非常有信心啦，非常有興趣啦，假使你想要開冷氣看電視，你直接打報名專線攞嚟緊節目時候咧。冇唔錯，直接來報名哦，你一家之主就對等。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嘍！下禮拜見嘍，拜拜。